就是没有棒球是这样，没有说一定要有谁可以，没有谁也没关系。就是他投得好，他本来就是可以去投这个位置的。而我在球场、在球队一直以来，我的目标，还有我的对自己的期许，就是只要可以上场投球，就是一种肯定嘛。不管是先发、中继、救援啊，只要可以上场投球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对啊，就是如果说投不好了，还一直在那个位置的话，对球队也是伤害啊，对自己也不会有帮助啊。一直在摧毁自己，也不是一件好事啊。换个位置做个调整，说不定未来会更好嘛。毕竟打棒球永远都有明天嘛，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嘛。对啊。最近吗？状况都还不错啊，就是差牛棚一次，然后4月3号比赛这样。对啊，我觉得很满意的地方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自信吧，不会说去害怕打者，对吧？这一点，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因为其实在场上丢就是拿到球就是跟打者对决嘛，你也不会去想说要破纪录什么的，对吧？我没有特别的说要去祷告，还是特别去做什么东西，因为其实我先发当天其实做的东西都是跟平常练习在做都是一样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特别或是多余的动作这样。对啊，其实但是能帮助到球队，但是很好嘛。那这就是可能赛季还很长，我们可以一场一场慢慢的去加长每一次的投球局数，不一定说我这一次一定要拿胜投啊，还是要破什么纪录之类的，所以不会去想这些啊，所以教练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走，对啊。虽然这个离你很遥远，还是要问一下，就是你对东哥黄宗义还有这个金臂人黄平洋的印象这样？大概知道一些些。对。啊，因为就有人把你跟黄平洋来相比，你自己觉得？相比吗？就是王牌投手那种感觉。说连时代不一样，这样讲对吗？我这样讲会不会？不会，可能他有那个时代就是他比较强的，那我们现在到我们这边可能就是比较多年轻的都一起串起来，我觉得差在这边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若曦，欢迎大家收看《野球名人房》。